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新聞連線，我係燈神。今日係2025年4月8號星期二，先嚟睇呢條片嘅第一個新聞標題：特朗普不按牌理，美股跌熊市，投資人恐慌拋售，離市觀望。根據揭真中媒新唐人8號報道，美國總統特朗普新關稅政策引發全球股票市場震盪，美國三大股指7號持續重挫，投資人信心遭遇打擊。分析指出，關稅戰正深刻改變全球貿易格局。特朗普從4月2號啟動對等關稅政策之後，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盪，道瓊斯指數一度暴跌1700點，標普500、納斯達克亦都同步下探，觸及52周以嚟嘅新低。投資人情緒動盪，就算市場一度受到90日暫停關稅等嘅假消息鼓舞短暫反彈，不過喺白宮迅速澄清係假新聞之後，股市又再次回落。金融分析公司 Bankrate 首席分析師 Greg McBride 表示，關稅及反制措施改變全球貿易規則之後嘅方向、持續時間、談判結果都充滿不確定性。呢一個先至係造成股市劇烈拋售嘅主因。其中科技股成為重災區，蘋果大跌54%，微軟下跌1.7%，特斯拉重挫5.2%。美股周一晚收盤，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349點，跌幅0.9%，標普500指數微幅小跌0.2%，納斯達克指數微升0.1%。資深時評員秦鵬認為，投資人普遍驚通貨膨脹加劇，驚他國報復，驚美國進入經濟衰退。不過佢認為似乎有啲恐慌過度。秦鵬表示，石油價格、通膨、長期利率實際都喺度下降緊。由於有超過6萬億美元嘅投資承諾，製造業同樣有回流，所以美國嘅經濟暫時未有結構性或者係系統性問題。佢嘅講法呼應特朗普喺網上為關稅政策辯護，強調油價、利率、食品價錢都有下跌，根本冇通膨嘅講法。特朗普並且呼籲聯準會角色，不過美國聯準會主席鮑威爾嘅表態持審慎態度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鮑威爾話，總體上美國經濟表現強勁，過去2年已經實現預期目標，並且取得重大進展。勞動力市場仍然穩健，通膨率已經接近2% 嘅長期目標。雖然通膨仍然略高，特朗普政府表示已經有超過50個國家主動聯繫美國政府，希望可以展開貿易談判。相信亦都包括多個專為中國洗產地嘅國家。而指標性嘅蘋果公司，因為組裝多數位於中國，佢嘅股市表現最被外界注目，源自上周4、3號嘅呢一波拋售潮，令到蘋果喺過去3個交易日內股價大跌19%，市值蒸發6380億美元。有分析師指，蘋果係對貿易戰冒險程度最高嘅公司之一，主要就係因為佢高度依賴中國市場，而中國目前面臨高達54%嘅高關稅。中方唔止宣布將會採取對等關稅，甚至面對特朗普再加碼50%嘅威脅，仍然回應奉陪到底。雖然蘋果喺印度、越南、泰國同樣設有製造廠，但係上述嘅國家同樣受到關稅戰嘅波及。據亨網報道指出，蘋果喺3日之內緊急安排5架滿載 iPhone 以及其他產品嘅貨機，從印度以及中國飛返美國，用以規避美國總統特朗普周6、5號起所生效嘅10% 嘅對等關稅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轉睇另外一單新聞：世界遺族大會締作控告種族滅絕，起訴華為、海康威視、大華。根據法新社7號報道，世遺會有關種族滅絕嘅告狀已經喺上周3提交至巴黎檢察院。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WUC 指控華為、中國監控設備商海康威視、浙江大華技術3間公司，指有關公司隱瞞並且參與販賣人口、種族滅絕、反人類罪等多項罪行。華為法國公司喺受訪嘅時候宣稱，公司並未收到此類投訴通知，又指公司會遵守相關部門嘅安排。而另外2間公司就未有立即回應。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表示，3間公司喺維吾爾地區獲得利潤豐厚嘅合同，喺當地供應、開發、運營大規模嘅監控系統。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表示，海康威視、大華技術所生產嘅監控網已經被安裝喺該個地區多個集中營、學校、清真寺嘅內部以及周邊。
中國當局使用海康威視、戴華技術等監控鏡頭跟蹤、監視、監控維吾爾人。維吾爾地區嘅公安警察使用海康威視嘅監控器同埋機器運營軟件，作為大規模嘅監控預警系統，即係綜合聯合作戰平台 IJOP 嘅組成部分。從2016年以嚟，海康威視、戴華技術除咗喺針對維吾爾地區嘅鎮壓暴行之中直接發揮作用之外，並且同步喺全球監控市場入面發揮主導作用。海康威視、戴華技術分別係全球第一、第二大嘅監控技術公司，每年向全球市場生產、銷售數千萬部嘅監控鏡頭。海康威視屬於中國國有嘅控股公司，向全世界155個國家提供監控技術，並且係業界嘅主要供應商。戴華向180個國家提供監控技術。截至2021年，美國各地安裝有超過60萬個海康威視嘅監控鏡頭，英國裝有25萬個，其中5.5萬個位於倫敦。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律師威廉布爾登利利拉馮喺受訪嘅時候表示，佔全球監控市場主導地位嘅3間公司喺法國首次被告，因為佢哋靠吸血致富。2023年3月，美國以協助侵犯新疆人權為由，將海康威視等5個子公司列入實體清單。呢一節嘅新聞報道就嚟到呢度，我係燈神，感謝大家對香港新聞烈士嘅支持，懇請各位留言俾意見，俾到個 like 同埋撳住個鐘使佢，課金俾我哋嘅製作團隊 share 埋條 link 俾你嘅朋友，等多啲人可以收睇到香港新聞烈士嘅報道。多謝大家，下一次嘅新聞時間我哋再會。好啦，嗱，我啲網友呢就係唔知道嗰個現金券係咪會遲早。我話俾你聽，呢個現金券呢係加推到4月11號，你而家仲係有呢個優惠，購買3000蚊電子消費券可以獲得總值3718蚊嘅指定禮物，包括意大利製造 Maserati 太陽眼鏡，價值3510蚊，UV 鏡片設計符合歐盟標準，有輕巧嘅鈦金屬材料，仲有韓國 From Bio 護眼素一盒，價值180蚊嚇，呵護你眼睛健康。韓國 Harim 水牛城雞翼一包，價值28蚊，超級野味。而買5000蚊電子消費券可以獲得4000蚊嘅指定禮物，包括 Maserati 太陽眼鏡啦，韓國 From Bio 腦燒樂一盒咧，可以改善血液循環同記憶力，支持大腦健康功能。大煮系列鵝潤醬一盒，價值288蚊，仲有韓國哈廉水牛城雞翼一包，價值28蚊。優惠期加推到4月11號，網上及門市部都有售，使用有效期到2026年3月31號。現有消費券用戶可以即時增值舊有餘額，延長使用期限到2026年3月31號。禮品數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